嘿，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4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上证指数跌了 0.2%， 跌破了3300点，深成指呢跌了 0.62%， 创业板指数跌了 0.65%， 跌幅都不大但是是一种普跌的格局4100只股票下跌力挽狂澜的还是银行股这个银行股不停的创新高这个仿佛看到了银行股在冒烟全市场成交是10767亿，也就是说这个沪深两市成交已经又到1万亿以下，较上一交易日缩量603亿，节前还有2个交易日这个看看银行股还能不能冒烟如果银行股能继续冒烟，那恐怕没有大碍如果银行股扛不住了，那恐怕节前还要暴跌大家都在看银行股表演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随着一季报的披露随着年报披露结束我看有人统计了一下，好像有50多只股票面临着退市，50多只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也就是雷声不断。你比如说有一只7倍大牛股突然被立案，近万名股东慌了。仅仅这个周末就有3家公司被证监会立案，10几家公司发布退市风险，一共有退市风险的恐怕有50多家。昨天连夜有一家公司被立案调查，是哪家公司呢？叫上市公司云创数据，你听这名字就是高科技云创数据嘛。昨晚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由于是深夜暴雷很多股民都已经安然入睡。今天早上醒来后看到公告，股民感觉天都要塌了，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这个云创数据是江苏南京一家 IT 服务公司，发行价20元，2021年8月26日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大数据信息智能存储处理基础技术产品，如应用系统的开发、运营、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其中公司最赚钱的业务为大数据智能处理，利润占比 87%。 就冲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股票绝对来路不凡绝对不是一般的股票。你什么概念火的时候，它就是什么概念。云创数据是去年的一只大牛股，2024年大牛股去年9月份，也就是那个这个所谓的慢牛启动的时候这个云创数据股价还只有8块，没听错，8块钱一股。到了今年2月份，短短的5个月时间，这个云创数据股价涨到了54.6元，涨了7倍。那这股票不是很牛吗？这个比那个英伟达、比那特斯拉、比苹果强多了2月份股价见顶后，这2个月股价一直在回落，截至周五收盘，公司股价报收27.5元，那比它启动的时候也是3倍以上呢，也只是腰斩。从它最高点算起腰斩，但是从它那个启动的价格算起，那还是涨了3倍多3倍多目前公司总市值36.07亿元，那这么牛的股票，它的业绩怎么样呢？业绩上公司2021年上市当年就变脸，也就是说这种公司你不能不怀疑它就是为了上市，一上市业绩马上就变脸。当年规模净利润6578万元，利润下滑 8.3%， 而上市的第2年，也就是2022年开始就亏损了。你说这就是咱们的上市公司都是这种水平这种货色，这就是为了上市，就是为了坑这些散户的。那第2年它就亏损，当年规模净利润负的1480万元，同比下降 122%。 这还没完呢，2023年又亏损6012万元，同比下降 306%。 如果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你想多了。2024年年报再次亏损 1.088亿元，同比下降 81%。 你看看也就上市的第1年利润是正的，第2年、第3年、第4年连续3年都是亏损。就是说这样的公司它上市到底是为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为什么这样的公司它能上市？这些一天到晚说胡市走牛的人，就不能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是人家唱空胡市是确实这个胡市，你这说你是赌场都是算是表扬呢。可以说这上市公司毫无底线。目前该公司有股东近万名，业绩连年亏损然后你看去年还涨了8倍、7倍。公司昨天深夜公告被立案调查，这个可以说这个酸爽这些赌徒这些所谓的这个山顶资本，这些投资人可以说叫咎由自取吧。关键这个云创数据是北交所的股票，也就是它那个涨跌停不是10%它是30%，你这才叫爽这上万名
炒这个云创数据的，准备哭吧，自求多福啊，为自己的认知啊，为自己的对吧这个所谓的牛市啊，为自己的这个赌性啊贪婪买单吧啊！如果说这个云创数据啊是个妖股啊，它上市就有问题，那我们的老朋友啊，一只玄学股票啊，甚至啊一只掌握着特朗普的这个兴衰的股票，叫川大智胜，终于出事了啊！4月27日晚间，川大智胜披露公告称，公司股票于4月28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以及今天停牌啊，并于4月29日开市起复牌。公司股票自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简称由川大智胜变更为新 ST 智胜。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为 5%。这个川大智胜啊，咱们经常举例子，尤其是在去年啊美国大选期间，这个川大智胜经常莫名其妙涨停。涨停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川普要大获全胜。如果说啊这个川大智胜的这个走势啊跟这个特朗普的选情有关，预示了特朗普的这个选情啊和他的支持率，那么现在川大智胜要退市，那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要完蛋了？是不是对特朗普来说是个不祥之兆？连名字都给他改了新 ST 智胜，就这只股票要退市了。此次停牌原因在于，根据川大智胜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营业收入为 1.65亿元啊，这个就是触发了退市的这个条件啊。如果说川大智胜要退市，里面都是一些赌徒、投机客，对吧？这些这个金融消费者在里面，对吧？他们炒玄学，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啊，偏偏这个川大智胜里面还有14只公募基金，这个怎么解释？我们一直说啊，咱们这个基金散户化，这个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你说公募基金，你炒川大智胜是图什么？到底你看中了川大智胜哪一点？你说这些散户赌徒啊，炒川大智胜无厘头，炒这个什么董事长的生肖，炒7个葫芦娃，炒东南西北中发白，你说这是散户，你说他们活该。怎么还有14只公募基金在炒川大智胜？川大智胜啊，纯粹因川大与川普谐音形成的市场幻觉。这家被戏称为特朗普概念股的企业，却在特朗普执政的百天要戴帽变 ST 了。4月28日，川大智胜公告称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单日停牌一天。有媒体记者注意到，2024年末有12家基金公司旗下的14只基金持有川大智胜，且大多都是新进持有，这是经济接盘的。随着业绩与股价双杀，这14只基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也不要去，也不要从了。有关部门好好查一下吧，这个线索就在这摆着的。这个14只基金啊，10有8九是进去替人接盘的，新进的嘛，反腐啊，从这儿开始，这线索就在这儿。如果你还继续装糊涂，然后也一边宣传什么，对吧？这个稳中向好，这不什么牛市来了，慢牛。你看基金也这么玩，你说这个胡适还想走牛，这不是做梦吗？就为什么那么多人梦他不醒呢？他看不到这些吗？这个就是都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都不查也不管。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其股价曾因特朗普民调领先单月暴涨180%，但公司基本面毫无变化。时至2025年4月年报披露，该公司已连续3年亏损，且触及深交所退市红线，其板块属性正从成长股滑向风险警示股。川大智胜啊，现在是6.18万股民，这6.18万人呢，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有很多人老是说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啊，这个你一退市，你就得给这些股民赔钱。我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给这些人赔钱。这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赌徒啊？这些人对吧？川大智胜如果退市了啊，这些人血本无归，那不是咎由自取吗？不是活该吗？为什么这些人要保护？这些人就因为他没有被消灭干净，导致这个市场好不了。2024年9月底，川大智胜股民只有 4.6 万人，2024年年末已经高达 6.29 万，3个月股民增加 1.7 万。你这 1.7 万人是进去干啥的？时至2025年3月末，仍然高达 6.18 万，与去年9月就是那个启动的时候相比，半年时间股民增加 1.6 万，期间
不少公募基金成为投机客。根据同花顺最新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共有14只基金持有川大智胜，持股总量42.38万股。绝大多数公募基金在去年第4季度新进该股，14只基金涉及12家基金管理公司。好好查一查吧，这12家管理公司啊，这些基金经理。具体来看，汇添富基金旗下汇添富中证500指数增强 A 新进最猛，也是截至去年4季度末持有川大智胜规模最大的基金。这个川大智胜啊，这连续几年业绩都特别差啊，2022年就开始亏损，23年亏损，24年亏损。请问这个基金是冲什么买这只股票的？就这14只基金，业绩如此狼狈不堪，缘何迎来公募基金下决心新进持有？业内人士啊对此表示，川大智胜前期股价强势表现与公司基本面严重脱节，大概率印证了新进资金投机的存在。主管部门应该调查一下，对吧？立案调查这些公募基金，给基民一个交代，否则这个市场也好不了啊！现在目前就有50多家有退市风险，川大智胜只是其中的一家。无论是什么云创、什么数据，还是什么川大智胜，这一轮行情里面都是大牛股啊！而这些所谓的大牛股就是这种货色。我们指望着这些股票啊，带领胡适什么走向什么慢牛啊，现在是不是叫贸易牛啊、关税牛、无量牛、信心牛？还有一个上海的货牙大爷说胡适要涨到14000点，你就靠这些股票涨14000点是吗？就是现在还在胡适搏杀的这些人，你到底是在看什么？就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啊，这些机构还在吹啊。你看这个4月28日，有机构说啊，中国股市有望走出升势，战略性看多。4月28日 ，A500 ETF 基金交投活跃，截至发稿成交额20.7亿元。国泰海通证券表示，更加积极有为且后备充足工具箱的经济政策，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中国股市风险溢价有望系统性下移，而无风险利率下降将成为增量入市的关键环节。接下来，中国股市有望走出升势，战略性看多。浙商证券进一步指出，接下来预计下游支撑窄幅震荡，大格局还将持续下去。其中，如果再度出现外部利空打压指数的情形，则应在指数快速下探时果断出手，积极增配。投资者可以借到 A500 ETF 基金进行布局啊。这些机构啊，闭着眼睛还在胡吹啊，看不到这些所谓的牛股都在造假。10大券商看后市，多家券商看好中国股市 ，A 股风险偏好有望边际改善。这个川大智胜还有这个什么这些所谓的牛股退市了，就是改善。澎湃新闻搜集了10家券商的观点，大部分券商认为，随着国内重要会议以及年报和一季报落地， A 股预期将保持稳定，叠加海外冲击逐渐减弱，市场风险偏好有望边际改善。一个是边际改善，一个是战略性看多。还有一家公司啊，这个也是鼎鼎有名的，从美股回归，对吧？从纳斯达克回归到股市的，叫360。这个新黄河报道啊，说360 3年亏损超37亿元，年销售费用超20亿。哪吒汽车母公司表内消失。4月26日，360发布2024年年报，2025年一季度财报。2024年毛利率长期超过60%的360却依然严重亏损，连续3年亏损超37亿元。今年一季度亏损2.73亿元，亏损额同比扩大149%。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啊，它也搞这个什么人工智能，什么火它搞什么，对吧？翻贷款火它搞翻贷款，怎么连续3年亏损呢？37个亿，它到底能给胡适带来什么？能给散户，能给股民，能给这个山顶资本带来什么收益？在不断亏损的状态下，销售费用却居高不下。2024年销售费用超20亿元，它销售什么东西啊？这360它到底是卖什么？不太清楚啊。2025年一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超72%至8.04亿元，远超营收增速。值得一提的是，360曾以29亿元投资哪吒汽车，位列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汽车的第2大股东。在2024年年报中，合众汽车却并未被提及，它财报里面还能把它消失了，这个也很神奇啊！就是你给谁投了钱，你报表
条里面怎么还会凭空消失呢？这是什么财技啊？截至今年一季度末，360总资产378亿元，连年巨亏的360最新市值达到700亿元。确实啊，大家好，这确实要发挥想象啊，这是3年亏37个亿，连续3年亏损，它的市值还有700亿，这公司到底干什么的？怎么值这个市值的？红星资本局报道啊，说周鸿祎称360借条不是其公司。周鸿祎此前已辞去360借条董事长职务，任是第一大股东。红星资本局4月28日消息，近日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在重庆荣昌之行直播中被路人问及欠你360借条的钱可以不还吗？周鸿祎回复称那不是我的公司。随后360借条到底是不是周鸿祎旗下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红星资本局注意到360借条属于上市公司奇富科技旗下，尽管周鸿祎已辞去奇富科技董事长和董事职务，但他仍通过其子女名下的公司间接持有奇富科技16%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切割吧，就我不太清楚啊，就这样的公司你在上市公司待着干什么？就为什么就不能退市呢？就留在上市公司准备要干什么呢？就这样的公司充斥着胡适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你看有多少家是这样的？就是胡适他怎么可能走得好？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啊，这是3年来我不厌其烦的说，你胡适的主体啊，上市公司有正经公司吗？我们也不能太绝对啊，就是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倒。但是这里面川大智胜、360，对吧？什么云创科技什么一堆的这种公司太多了，数不胜数啊，你都数不过来。你手上拿着股票十有八九就是这种公司，因为它包装的好啊，大牛股啊，公司都是这种公司，然后参与的人呢，一个个的都是炒东南西北中发白，炒玄学。不要说散户了，连基金都这么干。你参与这个市场，你不觉得绝望吗？更大的问题啊，在后面。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 ，A 股上市公司换所井喷，就是换会计师事务所啊，换审计机构，超1100家更换审计机构，大华所损失惨重。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披露接近尾声，年报 A 股审计市场最新动向亦浮出水面，审计行业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度变化。界面新闻根据中注协披露上市公司公告不安全统计，截至最新 A 股有超过1100家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审计机构发生变更，创下近年来年报审计所变更数量新高。从历史数据来看啊，2018年到2023年4年间，变更年报审计机构上市公司数量约300家到500家区间。相比之下，2024年年报换所出现了井喷态势。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一家上市公司为什么它要换审计师？这么几个原因：一，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出问题了；二，这家上市公司出问题了；第三种就是要么这家会计师事务所，要么这家上市公司马上要出问题，就是纸包不住火了，那咱们叫大难临头各自飞吧。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是脚底抹油，一溜了之，我也不替你扛了。上市公司呢，体谅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啊，你扛了这么多年也累了，担惊受怕的，我们一拍两散嘛，我换一家，然后再多给点钱，找一家替我扛啊。我给你翻译一下，就这意思。1100家，也就是1/5的上市公司都换会计师事务所，这就说明大家心知肚明，心里都有鬼啊，都知道这个要出事啊。如果双方都是遵纪守法的，都合规，没有任何毛病，他为什么要换所呢？合作的这么熟，大家知道，因为你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给这家公司审计了3年5年，你非常了解，你再来审计的时候成本非常低，因为你对业务非常熟悉，客户也熟悉，对吧？叫熟门熟路，审计起来也方便。你换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那也得重新开始啊，对吧？又得去客户去各种要资料、要证据、要去核实，银行，对吧？对你的业务要了解，这个换个所那非常麻烦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换的。只能说明啊，随着这个监管的这个态势啊，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严，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如惊弓之鸟，让暴风雨啊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新的所一上来，它没有包袱，这个大家记住了啊，对吧？只是你跟以前的会计师事务所你们互相勾结，你们做的假账，我可不认了，对吧？我可不来给你背锅啊！就他给了选择，他有可能把你这个戳破了，他到时候来个无法发表意见。所以说1100家上市公司换会计师事务所，我可以这么说吧，明年这个时候验证，明年这个时候退市的会更多。你想象一下，一个新的会计师事务所，我接了这家上市公司，我替他背锅吗？现在都是莫一法几，先不说
说意见封喉啊，你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个资质没了，就是摸一罚几，不然你再搞 IPO 对吧？这个审核，那你就已经业务就完了。所以这些会计师事务所一定会下狠手，哎，他可不替你担这个责任啊，背黑锅。这个很多人不是搞这个审计的啊，他不是会计行业，他不懂。审计是要从你要追溯的，就你以前那个报表他也要看，他不是说我就从今年1月1号算起，不是这个意思啊。往年的报表他也得捋一遍，他要确定你这个期初数是对的。你今年的期初数就是去年的期末数吗？你去年的期末数如果前面都是错的，那我在你错误的基础上做，那不是更是错误的吗？所以这个新的审计机构会把你以前的还得翻一遍，他提出合理的怀疑，你这个数有问题。所以一旦他发现前面有问题，他一定会指出来，他不指就是他在替你背锅，他在替你背书。所以在这个监管的严监管之下，高压之下，会计师事务所已经不愿意再跟上市公司同流合污了，风险太大。所以这些上市公司自求多福吧，明年暴雷的会越来越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非常不恰当，就是那个饥荒年间大灾之年，不是有易子而食吗？对吧？没得吃，从自己孩子下手下不了手，那就换。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就这关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跟这个上市公司合作了10来年了，然后你让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下手，说你这个做的都是假账，他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就是做假账跟他也有关系。这个报表是审计机构和上市公司两个人共同的结晶，这个时候你让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说你明年把这家上市公司的报表给他否定掉，找出里面的问题，那不是找自己的问题吗？怎么可能呢？所以叫易子而食，就是那你从这家上市公司辞职吧，你去别的上市公司去审计，别的会计师事务所到这家上市公司审计，那下手就不客气了，反正跟我没关系。这个咱们证券市场的专家刘继鹏他就呼吁司法4巨头开一次记者会，也就是这个最高检、证监会、最高法院来个立体作战。大家看视频最高检和证监会现在搞这个立体作战，觉得还是挺好的。您怎么看？这又涉及到我们监管体制另一个漏洞。我们今天讲了上市公司的激励，还真没讲到处罚。我是期待着由公安系统、检察系统加上证监会系统，也要开一次立体的法律的3巨头的会议。因为在我们的惩罚制度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处罚，这互相不衔接。像广州中院判罚5个董事要承担3.9亿赔偿金，这属于典型的证券监管法治史上出现的一个问题案例。所以这3巨头如果能够协调配合好，对一个案件，比如像东方集团这样的退市案例，它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了。对，关键是赔偿。像这赔偿机制，这赔偿机制严格说最有效的是司法系统。判罚你，当然资金来源怎么来？比如说证监会有没有资金？现在投资者保护基金，大股东要罚你底料，要把你吃进去的都得吐出来。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协调配合。我也期待着，当然这个金融3巨头振兴股市是3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出席的，但是证监会跟检察院的会议是2个司长开的。我也期待着这4个部门加上法院也能够联合就中国证券的法治的建设问题开一次会，这样我们的心能往一处想就往一处使了。当然可能我会有些理想化总之我是在谈行政处罚、民事处罚、刑事处罚，这个3个处罚之间要有一个有机的联系，要协同作战，中国股市才能搞好。总之这个资本市场水这么深，这个病病根在哪里？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一直说这些病你不治好，然后你老说这股市要走牛，它怎么走牛？成为病牛是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